来这个路口的反光镜，那垃圾看袂清楚，真会造成交通事故。台中代理区农会苏建辉号召着志工，沿着大街小巷来设这个反光镜，守护行车的安全。 比枪远提倒步，含千个济市建会成员轮流甲路口的反光镜设个禁止时，代理区农会市建会职工发起社区服务的活动，替社会公救尽一份心力。整个社会就是受益很大嘛，那可以一点小小的举动回馈社会，那擦拭反光镜，然后让用路人在行车上更安全。反光镜是重要的交通安全设施，为了避免路口反光镜视线不清楚造成交通事故，市建会这摆沿水新国小附近的巷仔路来设反光镜，志工顺刷去涂骹粪扫，后面将大所在变甲清气淡淡。那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小孩子呢体验到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做这个公益。虽然日头真大，不过反光镜变甲金色色，大人囡仔心情嘛对你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